国宝歌王文夏伫咧2022年过身，食到94岁。伊一生当中创作过1200首的台语歌，拍过11出的台语电影，也摕到这金音奖，也有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。亲像《黄昏的故乡》、《妈妈，请你夜保重》，拢是伊的代表作品。文夏见证到这台语歌和台语电影的黄金岁月，伊的太太文香就表示讲，迄纪录片是伊的遗愿，对2018年到今总算是完成了。希望互大家了解到文夏的故事，也有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。咱人啊出外，较少嘛是故乡，上怀念嘛是个父母啊。到今仔日我的歌内面，算作故乡的歌嘛真侪。1959年，文夏翻唱《黄昏的故乡》是节台湾人的共同记忆。另外，像《妈妈，请你夜保重》、《再会啊，港岛》等等，也拢是文夏的代表作。伊的音乐人生是台语流行歌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为着要让大众认捌文夏和台湾流行歌的发展史，纪录片《夏季的文化银行》自2018年就开始筹备，为文夏做口述历史，伫今年总算完成。老师一心咧坚持做音乐咧创作，所以文化洋行嘛代表老师的音乐、老师的影响力吼，那亲像热天的这个太阳共款。1928年5月20日，文夏伫台南出世，一生创作1200首台语歌，拍11出台语电影，摕过金音奖和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，是台湾的国宝歌王。90岁的时，甚至举办个人演唱会，伫2022年过身，食到94岁。太太文香表示，拍纪录片是文夏的遗愿，毋望甲家己的一切留到予世人做纪念。上界至亲、上界至爱的这好朋友，大家拢来甲伊加油，啊，拢有加入伫这部片的内底吼，啊，所以老师我相信伊一定会足欢喜啦，甲伊的纪录片安尼完成甲遮尔啊好。文夏见证台语歌和台语电影的黄金岁月，嘛留予台湾济珍贵的文化资产，影响一代搁一代的创作者。纪录片团队表示，目前敢若开放包场，不过嘛有规划伫年底要开放，予大众自由买票入电影院看。希望大家做伙来了解文夏和台湾歌的故事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